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如一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介紹如一呢一個3A 座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呢係有941尺。一入門口轉個彎呢，已經係到咗長方形嘅客飯廳。客飯廳面積相當實用，而且呢兩邊嘅露台開晒呢，就做到通風對流嘅效果。客廳附設露台，依家呢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就係望返京士柏上配水庫遊樂場同埋忠義街公園，遠至西九龍嘅開揚景觀都可以望到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景觀同客廳一樣，係望返開揚球場景。主人房面積相當實用，主人房浴室設施齊備，沖涼嘅位置呢，除咗係浴缸之外，仲有淋浴間嘅設計。另外兩間客房嘅面積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客廁採用淋浴間嘅設計，兩個洗手間都係有窗。工作平台呢，就喺飯廳同埋廚房隔離嘅位置。廚房設施齊備，做咗好多嘅櫥櫃，使用名牌嘅煮食爐具同埋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備餐同埋煮食嘅空間相當充足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，工人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